Hello， 大家好，我係 Nico。咁之前用 ChatGPT 做圖，咁就用呢一個網 Tripod 嘅呢個網咧，就用呢個 2D 咧轉成 3D， 然後整成嘅呢一個公仔咧。咁而家啲 AI 咧又有更新啦，今次用嘅呢一個 2D 轉 3D 嘅圖咧，就係呢一個嘅騰訊嘅呢個混元 3D 啊。騰訊呢個混元嘅 3D 咧，呢個 version 嘅 2.5 咧，咁上網咧就話好勁啊。咁而家即刻去睇下咧，有幾犀利法啊！今次咧就用呢一個 ChatGPT 咧生成呢個圖咧，就係呢個3視圖嚟嘅，咁即係有呢個前邊啦、側邊啦同埋後邊有呢3個角度嘅，咁有呢3個嘅角度咧就可以生成呢個 3D 圖嘅。騰訊嘅混元 3D 咧，每一日咧就已經有呢一個20張圖咧可以免費生成㗎啦。咁 Tripod 只係得呢個免費試用，咁呢個混元 3D 咧每日咧就可以生成20張圖，仲要咧20張圖咧係多圖咧同埋單圖咧都可以製作出嚟嘅。而家咧就用呢個 ChatGPT Gen 出嚟嘅圖咧就放落呢一個混元 3D 度啦，咁就可以擺呢個正視啦、後視啦、左視、右視咁嘅。咁我呢一張圖咧就呢一個3視圖啦，咁將佢 cut 咗3張圖之後咧再放入去咧，咁睇到佢 Gen 出嚟嘅圖咧就係咁樣啦。對比起原本呢一張圖混元 3D Gen 出嚟嘅呢一張圖咧，咁睇落去咧，咁佢嘅 detail 上邊咧，即係比呢一個嘅 Tripod 咧，真係好好多啊！咁如果用呢個 Tripod 咧，要用呢個多視圖咧，就要俾錢啦。咁我就試一下用一張單圖咧，呢張3視圖咧擺落去 Gen 出嚟咧嘅效果係點啦 ？Tripod 呢一個咧 Gen 出嚟張圖咧，好明顯咧，單圖 Gen 出嚟咧就有好多奇怪嘅地方啦。不過咧個外形都做到出嚟嘅。對比起呢一個混元 3D Gen 出嚟嘅呢一張圖咧，混元 3D 咧可以話咧啲 detail 啊同埋啲神水咧就比較似啲啦。咁同埋隻鞋咧，呢一個嘅混元 3D 對比起嚟講咧，隻鞋咧啲 detail 咧都好好多，同埋前啊後啊。咁其實咧個模型嚟講咧，大致上咧都已經係唔使執噶啦。呢個混元 3D 而呢個 Tripod 咧有個樣喺度，不過咧你就可能要收下張圖。咁用呢個混元 3D 咧嘅圖咧，就將佢 3D 彈出嚟睇下個樣係點啦。放入切片軟件之後咧，就可以拎佢打印啦。咁我就用呢個水洗樹枝嘅，咁就咧打印完之後咧，就用水去清洗。打印咗出嚟咧，個成果就係咁啦。咁光固化打印機咧，有時咧啲支撐咧唔夠嘅時候咧，就會打印得唔係咁好啦。咁即係好似啲頭髮呢度同埋隻手指。咁呢張圖咧，我就睇唔到咧，佢係少咗一隻手指嘅。咁所以咧就要用呢個模型嘅 AB 膠咧去補翻隻手指啦。搓咗手指嘅形狀之後咧，將佢黐上去。咁用呢一個牙籤咧，就幫手咧雕塑翻個形狀。咁點解用牙籤呢？因為牙籤係最方便拎到嘅工具咧，同埋咧用完之後咧就可以抌咗佢。對比一下混元 3D 同呢個 Tripod 嘅呢一個圖啦，咁呢個混元 3D 咧 detail 上面咧真係好好多。跟住落嚟咧就係上色啦。咁我都係用呢一個水性嘅亞加力彩上色啦，因為方便。上色嘅時候咧，就盡量由淺色開始上色，之後咧先到深色啦。上色呢啲咧最緊要咧都係細心同埋耐性。最後用乾粉彩打啲陰影就搞掂。咁用呢個混元 3D 整出嚟嘅圖咧，然後再上咗色嘅呢一個公仔咧就喺度啦。咁睇起嚟呢個混元 3D 咧 Gen 出嚟嘅一張 3D 圖，咁啲細節上邊咧非常之好啊！你睇下啲頭髮啊，由到衫啊到鞋咧，其實咧真係唔錯嘅整出嚟。呢一隻咧之前整嘅啦，咁今次咧都用呢一個嘅 Tripod 咧，咁用混元 3D 咧我都試下將一個咧之前呢個公仔嘅出嚟嘅。咁睇翻啊，對比起嚟講咧，呢一個之前嘅公仔咧，今次用混元 3D Gen 出嚟呢一張圖咧，好明顯咧，佢嘅 detail 咧係比較好多嘅，張圖咧係比較 sharp 啲嘅。咁而家啲 AI 咧真係非常之快，同埋咧真係進步得好快，可能幾個月咧，而家咧有一個混元嘅 3D 咧，
每一日可以將20張圖出嚟咧，仲要係免費，有多視圖啦，直接印出嚟咧嘅效果咧，再比我之前整嘅咧就更加好。detail 上面要更加好嘅話，修圖方面咧嘅時間咧就更加少啦。咁啊，而家咧就試下用呢一個蠟筆小新裏邊嘅小白嘅呢一張圖咧，就試下將佢 3D 化啦。咁我用嘅呢一張參考圖咧，就係呢一隻小白。但係咧出嚟嘅成果咧就係變咗平面啦。咁而家 2D 轉 3D 咧，佢張圖咧都需要立體嘅，如果唔係咧就會變咗呢一個平面咁嘅狀態。咁基本上咧，一張平面嘅呢一張咁嘅圖片咧都幾難轉成呢一個 3D 嘅。咁頭先有一張咧小白嘅圖咧就唔成功啦，咁我今次咧就再用一張龍珠嘅圖嚟做測試啦。咁出嚟嘅效果咧就係咁樣啦，但係咧睇下先，咁睇下咁佢外形咧都 OK 嘅。咁睇翻個白帽啦，咁白帽睇落去咧，咁個模型咧都起碼有9成似啊。咁呢一張嘅龍珠嘅圖咧，咁佢嘅背景咧就比較清晰啲啦，咁就所以咧容易啲做出嚟啊。但係咧睇下個面咧，就唔知點解又多兩邊鬚，咁樣睇翻個白帽咧就冇鬚啦。睇下呢一個髮線呢一個咧，咁睇落去咧都有唔錯嘅效果嘅。不過就咁睇落去咧，同原本嘅呢一個孫悟空咧就有啲唔係好似，不過出嚟嘅效果都算唔錯。咁如果你再放落呢一個嘅 3D 軟件度去修下圖咧，咁就基本上咧呢一個大概嘅形狀咧都可以好容易咁樣咧去修圖咧，然後可以出翻呢一個嘅 3D 圖出嚟啦。咁睇下條眉咧，條眉都有啲奇怪。所以呢啲咁嘅平面圖咧，而家做出嚟嘅 3D 效果咧，咁咧都仲係咧比較難啲咧。一張圖咧就可以做到呢個 3D 嘅。咁張圖咧唔係類似 2.5D 嗰啲咁嘅圖咧，出嚟嘅效果咧就係咁啦。不過咧都仲算可用嘅。咁就咁一張參考圖咧，就做出呢一個效果啦。你話似又唔可以話唔似，但係就係咁咯。好，所以咁而家自製嘅公仔嘅門檻咧非常之低啊，好容易咧就可以整到一隻咧，去送俾你嘅朋友啊、親戚啊，可能畢業嘅時候咧幫佢整一隻咧咁得意嘅公仔咧都非常之容易嘅，同埋咧個價錢方面咧就比起以前訂製咧可能700-800蚊咧先整到一隻咧自定嘅公仔咧，而家嘅門檻咧就可以低咗好多，同埋成本咧都應該低咗好多噶啦。呢排咧仲用咗好多時間咧整呢啲公仔啦，咁去研究啦。所以而家嘅時代咧最緊要咧係跟貼啲所有 AI， 就算你用唔到嘅話咧，你都要知道個用法點用。所以咧今次咧咁快咧又拍一條片咧講下呢一個自製嘅公仔嘅呢一啲嘅，就介紹呢個混元 3D 嘅俾大家知啊，仲可以用文字咧去生成呢一個 3D 嘅圖嘅。呢個混元 3D 裏邊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功能嘅，就可以做埋呢一個 3D 嘅呢個動畫咧去生成。佢已經有呢個 3D 人物生成嘅呢個功能，只要上傳呢個頭像咧，選擇呢個模具咧，已經可以一鍵咧就生成噶。但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整一個自己嘅公仔咧，由 2D 轉 3D 嘅話咧，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呢個混元 3D。好，如果大家覺得呢個資訊有用嘅話，就記得俾翻個 like， 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咧 share 埋俾朋友睇下呢個混元 3D 咧嘅呢一個 version 嘅 2.5 咧，其實咧都做得唔錯，大家可以試玩一下。好啦，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